中央开放有300种的猪肉进口，部分县市要用自治条例的方式，要求管区内面的产品袂当检出300种。不过，这自治条例去互行政院宣告无效。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的市议会拢因为安尼生声切实现，今仔日宪法法庭召开严肃辩论。 中央开放有来这猪肉进口，部分县市以自治条例的方式要求家己县市的产品袂使验出来这，但是行政院认为甲中央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冲突，宣布无效。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市议会申请释宪，支持宪法法庭召开严肃辩论庭。有关食品安全的部分，既然连具体的法律也有提到说，主管机关是包含了中央跟地方，那当然地方也有权利来就食品安全来做管理。 在台湾的猪生产不能够有这个检出莱克多巴胺，但是美国的猪却可以。对地方自治条例的立法机关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违反平等原则、违反比例原则的一个规定。这摆释宪案主要争点包括为食品残留、农药、动物用药设定标准是毋是中央专属的事项？地方政府敢会使家己定标准？也有地方政府禁止内地敢有违反国际法，造成无益障碍？依据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跟证据，也有考量到脆弱族群的这个摄取量，他已经考量过各种族群、性别等等，其实都已经能够涵盖各地的差异性。地方它其实并没有提出科学证据来说明有什么样的特殊脉络，那它需要制定这个更严格的标准。国际义务的履行不能够以国内的这个法制的分配来干扰，或者是来拒绝履行。申请释宪的地方市议会主张，各地方有权利因为食品安全订定地方自治条例。不过行政院甲卫福部强调，国际贸易相关政策是中央专属的事项，针对来这嘛无地方政府制定标准的需要。双方伫辩论庭展开攻防，司法院表示会搁再宣布释宪结果的公告日期。记者郭炳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